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3月1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听名买喙暗2.0的新办法开始试运转，因为早起入去网络系统要注文的人过头多，软体嘛有发生停档。美国已经有超过1300个病例，病情拖41周。首都华盛顿的市长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中央银行的杨金龙总裁讲，货币利息关加这政策会当挽救到疫情对经济的伤害，可能较有限。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早起9点，听名买喙暗2.0，第二代也就是用网络嘛通买的新办法开始试运转。用电脑连入去网站，也是拿手机拍开健保看医通的 APP， 拢听好注文喙暗。因为一时间要入去电脑系统翻付的人实在过头多，网站甲手机的软体一站拢有产生停档，但中央健保署嘛赶紧咧改良甲排解了。早起9点一到，健保快系统的 APP 一点入去煞随提出来。伫网络买喙暗，早起9点，公布伫咧网站甲 APP 开始买。一时之间的流量大到网络小道，也毋过上起也是手机的 APP。一直到早起11点为止，有37万外人使用，也毋过成功买到的只敢若2万外人。就是因为它是塞住就没有办法完成整个一个步骤当然，昨天我们就已经有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准备，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说，在整个民众要进来看的时候呢，那个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变成说从1G 变成4G 所以就弄好了。但是问题是后面的部分的话呢，也就是变成容量还是我们需要再努力。健保署讲，确实伫咧瞬间的流量超过压力负担，已经伫咧抢修优化系统。建议民众会当先用电脑的网页版来买，虽然需要读卡机，也毋过网页版会较顺。观望一下，因为刚开始上路可能比较乱之类的啊。那个 APP 我觉得有点慢，因为我本身就有在用这个 APP， 但是我怕说口罩实名制2.0上市之后，这个 APP 会更当。伫网络顶买喙暗是连续7天，若是买的人数超过咱供应的量会抽签。若买成功的人，3月2日开始会当伫咧超商领到货，业者也已经传好啊。只要伫咧伺服机顶头输入个人的资料加付款成功的资料，就会当印单出来到柜台去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斗消透各行各业即阵遭遇的困难，行政院要分振兴抵用券，予民众运用。目前是按算这张券，都要配合国民旅游出外带面才通用，包含去餐厅、夜市，阁有踅相款的店头参加艺文活动者的，一种范围会使拄200。按算标准有效的业者全国有35万间。听到这款目前的办法，各界的看法一人一说，拢无相同。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到产业发展。行政院2月底除了通过600亿的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要拼13立法院3读通过，嘛规划发行抵用券，配国旅大俗会当适用伫食食、商款、夜市啊、艺文等等4大产业，暂定各分配200块的抵用券，按算编23亿。方案事实上是还要绑住宿的部分。那行政院跟各部会也在思考，就是说，如果不绑住宿的话，是不是有其他的促进消费方案？那这个部分也在做思考。行政院规划，除了发行纸本的抵用券以外，嘛会开发 App， 予店头甲消费者使用。店头会当无透过 App 来收抵用券，民众嘛会当透过 App 来接收。抵用券爱配国旅大俗，适用全台湾35万间的业者。这如果它有一些补贴的话，对我们店家来讲，绝对是有帮助了哈。因为有些钱如果说自己要花钱去做折扣，然后政府又提出一些补贴，那我们相对的也要可以吸引更多人嘛，因为折扣就会变大嘛哈，就会吸引更多人来这里消费。商圈其实需要的是，应该说店家他的租金，或者说他的租金补贴，或者是税的问题，因为你不开门，你眼睛张开就是开销。如果在这种时期的话，开放消费券，那民众才会有消费意愿。抵用券应该是意义不大。各方对抵用券意见无同，甚至认为敢若是扩大去年国旅补助方案的2.0版本，不如发行消费券来刺激消费，还佫较有效。嘛希望咧使用抵用券的时阵，唔通限制有区域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美国这边，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个武汉肺炎的病例。
将近40个人治病过身，病情拖到41周，连首都华盛顿特别区的市长也宣布市内进入紧急状态。啊，阁有川普总统嘛出面，讲自3月13开始禁止欧洲的旅客入境30天，敢若英国例外。啊，职业篮球联盟 NBA 因为有球员治病，但嘛宣布还未拍到的比赛，拢要先暂停。为了阻止新型冠状病毒伫美国继续扩开，阻止境外输入病例，美国总统川普10日正式宣布，对美国13开始暂停欧美之间的一切旅行30天。To keep new cases from entering our shores, we will be suspending all travel from Europ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next 30 days. The new rules will go into effect Friday at midnight. 川普所讲的，不是市场所预期的提出高次的救市计划，或者是经济振兴方案，是下令旅行的关税禁令。那禁令无包括英国。川普嘛认为，中国甲南韩的封锁防疫措施，敢若已经有效果，卖看情形调整欧洲的旅行禁令，无排除提早解除，来降低对经济冲击。按个目前头一个目标，也是防疫。然后，川普嘛取消去科罗拉多甲内华达州的行程。NBA 嘛伫10日紧急宣布，因为犹他爵士队球员戈贝尔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今年球季村的比赛会全面暂停。当时会当恢复，要看情形决定。10月暗时，爵士甲雷霆的比赛嘛随即停止。全美国疫情开始爆发，50州已经有超过40州有病例，首都华盛顿特区10日总有10个人确诊。市长宣布恢复进入经济状态，和全美国外一半州拢进入经济状态。Today, I want to announce that I am declaring both a state of emergency and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 Washington, D.C. 另外，旧金山宣布禁止大型集会，疫情上严重的华盛顿州也宣布禁止250人以上集会。为了防疫，无排除将学校关起来。美国3大电视网之一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已经有2个员工确诊，这间公司伫纽约的办公大楼会进行消毒，员工未来14天卖伫厝内进行远距工作。CBS 的是经受节目幸存者卖延期。国家广播公司 NBC 嘛宣布正常看节目今夜秀会暂停观众参加现场直播，改用新录起方式播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咧欧洲这边就是意大利上界上重，过去24点钟内，阁加超过2000个武汉肺炎的患者，到当病例已经破12000人，治病过身的也超过800个。意大利的政府当嘛宣布讲，店头的大门拢都拖落来，袂当阁再营业，干那剩做食食甲卖药品的例外。世界卫生组织 WHO 当嘛讲，武汉肺炎已经发展做全世界性的大流行了。We have therefore made the assessment that COVID-19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pandemic. 伊伫拖山世界卫生组织 WHO 日内瓦时间10日总算宣布，2019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变作全球大流行。We have never been before seen a pandemic sparked by a coronavirus. This is the first pandemic caused by a coronavirus.WHO 强调，这是史上第一个会当控制大流行。佮嘛警告，疫情可能进一步拖开，嘛补充大流行无法律意义，乱用大流行会引起无必要惊吓。不过，公卫专家唔是安尼认为。Public health experts, including myself, have been saying for weeks that COVID-19 is a pandemic. Calling it a pandemic does not refer to the degree of the severity, but rather it refers to degree of the spread. 专家强调，大流行这名词会提醒各国赶紧采取行动。目前全球确诊人数已经破12万，死亡人数超过4000。全球外一半的国家或者地区出现病例。在 WHO 宣布大流行了后无偌久，疫情真严重的意大利，当地10日下令，除了食品、药品店以外，所有商店拢被关起来。Disponiamo anche la chiusura di tutte le attività commerciali.Di vendita al dettaglio, ad eccezione dei negozi di generi alimentari, di prima necessità, delle farmacie e delle parafarmacie. 意大利政府表示，包括超市、酒店、餐馆、家头毛店，全拢暂停营业。不过，温存商品外送购税服务，当时会再开放，无说明。意大利过去24点钟，新增加病例破2000，病例拢总已经破12000。
死亡总人数超过800人。荷官德国疫情嘛真紧张，布里下出事的总理梅克尔10月嘛警告，若是疫风声一直无激发出来，疫情失去控制，德国恐惊会有6到7成人强感染。Dass dann ein hoher Prozentsatz, Experten sagen 60 bis 70% der Bevölkerung infiziert werden, solange dieser Zustand so bleibt. 梅克尔强调会采取一切措施，替疫风声争取时间应对这场危机，甚至会打破过去一次医生并行的政策风险，打算增加医疗预算。德国到10月确诊人数挖过2000，死亡人数3个人。附近的法国甲西班牙累计病例拢已破2000。中东疫情重灾区伊朗过去24点钟嘛新增加挖1000例，隆重已破9000例，死亡人数超过350人。那当地澳洲拍电影的好莱坞有名的明星汤姆汉克斯甲因某丽塔威尔森嘛宣布确诊，是头一个公开确诊的影视名人。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关心政治甲经济方面的消息。来讲，欧洲中部的捷共和国，顶日中国派去因国内大使竟然发出批信，威胁讲，捷克若敢互国会参议院议长来台湾访问者，中国就会对因的企业界提出报复。啊，不过捷克政府是甲话重的，谴责中国迄边，啊嘛强调讲愿要和台湾保持合作。啊，咱国外交部早起嘛有表明态度。我们也有看到了，这个也是捷克方面的明确的肯定，台湾跟捷克之间发展这个经贸关系跟文化的一个合作。那外交部当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声明，我们表示我们的感谢跟肯定之意哦。捷克总统、总理才政府的头人3月11日开会，协调对外政策的立场。会后嘛发表联合声明。捷克政府主张讲，中国都要和捷克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因的外交政策当然是以本国的利益为目标，无要受外人支配，嘛拒绝所有压力，所以对中国的威胁表示谴责。这份声明嘛强调讲，在咧无违背一个中国政策的条件下，捷克愿和台湾在咧经济甲文化这方面保持合作的关系。啊，不过声明内底是无提起捷克参议院的议长敢有影要访问台湾。来讲，美国的金融界一方面因为病症严重咧拖，一方面搁咧等看白宫总统府讲要减税，详细的办法到底当时才要发表，造成到3月10日股市的3大指数拢跌超过4%。尤其道琼斯工业指数做一个跌1464点，跌到5%86这么重。美国股市10日收盘，3大指数拢跌超过4%，道琼工业指数更是跌1464点，跌5.5冠，收盘价比顶个月创下上悬的纪录，减少20%以上，只是选股今日兴起。嘛停止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史上上长的股市扩张期。I think with the official declaration that it's a pandemic, you're seeing again fear getting flushed out in the system. I was just thinking through what areas have not necessarily dodged a bullet, but have relatively outperformed. It's probably the safer areas, including the staples and the healthcare names. 分析师佮指出，市场对北京无公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财政措施感觉失望。影响股市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武汉肺炎疫情。不过，巴菲特伫车载报纸专访中表示，新冠病毒甲油价大落是89年来头一摆看到，啊，不过对市场带来冲击，并无亲像1987年10月份的金融惊惊，或者是2008年秋天的市场崩盘更加恐怖。不过，考虑疫情，以旗下的博客社控股公司5月份的年度股东大会可能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已经有各国的中央银行拢已经降低利息，通好刺激经济较活动咧。啊，台湾这边敢有要照办？早起中央银行的杨金龙总裁伫咧立法院讲，专家拢认为货币利息关系这个政策会当挽救到疫情对经济的伤害确实有限，政府就要进一步采取针对性的财政政策，让比较有法度减轻经济的损害。武汉肺炎疫情扩大，连带影响全世界经济，包括美国联准会、加拿大、香港、甲英国抑个冰岛的央行，拢紧急降息2码。就连泰国、菲律宾、印尼、澳洲也拢宣布降息1码。利率已经连续14档的台湾心情第一降。早起央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永远是无愿意讲。是不是央行会不会考虑要调整货币政策？是这一次啊。疫情对
不只是说是对经济造成影响，而且呢，它也对金融呢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想呢，我们在下个礼拜的理事会的时候呢，会针对这一点呢来做充分的一个讨论。杨金龙讲，货币政策对疫情所造成的经济金融冲击，会当做的其实真有限，政府就要进一步采行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对减缓经济冲击会较有效。就伫 WHO 宣告武汉肺炎正列全世界大流行，国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停扣新姿势提起受到议员的质疑，造成拜三的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同步动波，道琼指数搁再跌1000点，也连带影响台股小盘开出，伫盘中是跌超过500点。面对着最近台股的动荡，杨金龙讲，外资伫咧最近确实有大幅度汇出的情形。近期内，外资有没有大幅汇出的情况？近期内是它有汇出，但是应该如果说跟去年来比较的时候，它是大幅汇出。股市本来就是国际性就是联动很厉害嘛，所以不只是台湾这样子，像美国盘、欧美盘，或者是日韩都有这种类似的状况，这个反映投资人一些恐慌的心理。杨金龙讲，主计总署伫几工前已经下修国内 GDP， 有一寡机构也下修对台湾的预测，延误自所谓数据平均来看，以往有2%以上。央行也下修 GDP 甲物价，若是以过去3世经验来看，影响差不多是1季到2季，所以伫6月底应该是正关键的分界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南部高雄这边有个踮街头食甲困这的街友，但是提起讲，因一礼拜才接到一个催案，实在无够通用。高雄市的社会局是讲，已经有和主审机关配合，会全面性针对街友一礼拜分3个催案。不过，确实也有人是四界行四界去，有影就领袂着。若民众有发觉无挂催案的街友，也通好通报社会局。两顶卡街友坐咧开讲，但拢无挂催案。原来落地下刻出来的催案已经真旧，只有去领便当物资人多的所在才会刻出来挂。大概1个吧。1个礼拜1个。1个礼拜才1个啊？对。发这么少啊？那这样子你会觉得够用吗？还好。怎么说？就省一点用就好。所以他们1个礼拜发几个给你？找不到我们啊，我们一天一下午在这里，一下午在那边。为街友希望领较侪的催案，为认为敢若是3顿爱去无共所在领便当，食饱就已经爱用真侪时间，对防疫无介重视。但有民众向社政单位反映，希望包括街友人做好防疫。目前伫街友中心也是物资发放的地点，社会局已经有做专门的发催案，但外场的街友确实无好掌握。目前就是1个礼拜的话，3片。那在住民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会一次发3片。那如果我们出去外展的话呢，我们也会一次发3片。那就是说针对我们有定点关怀的服务对象的话呢，目前口罩的供应的话呢是都有顺上。社会局表示，除了加强轰炸，若是民众发现街友甲人接触，煞拢无挂催案，嘛会使协助通报地点，互社工前往看卖。目前有去据点集合的街友，是否嘛讨因量体温，还佫唔捌发现有人发烧。记者王家川、关键全报道。若消防人员不时嘛，都要去第一线，到接送可能得着武汉肺炎的患者。早起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开记者会，呼吁讲因所欠的喙安、手笼、防护衫比较病院，无定是有较加无较减，望讲政府都要重视。消防署这边是说明讲，会照消防人员出动勤务的件数落去掠，随时嘛拢会阁补充较够。伫武汉肺炎疫情当中，消防人员拢爱徛伫第一线，协助传召公主号回台，也是本土较真病患的接送运输，甚至爱伫边仔待命，执行救护工作。顶部消防会就出面呼吁，希望政府会使重视伫第一线的消防员防疫物资的储备量。其实我们对于这些口罩、然后手套、隔离衣等等的耗材，其实我们的使用量它是会可能会超过医院端的。消防员爱兼救难和救护的工作，出勤的是面对未知的患者，装备若无够较全，难免会影响救护的工作。消防会认为，消防署就要协助各县市扩大提早预估防疫物资安全的储备量，以免台湾病例增加的时未符应变，
针对这件代志，消防署嘛提出回应，希望中央包含消防署能够协助各县市去推估出来，不是出武汉疫情，而是一般他平时出勤的数字去做估算。那理论上因为我们其实每天他们都有提报统计数字，因为疫情的状况还没有到那么高深，所以我大概可以每周再补一次就足够了。未来它有逐渐升高的趋势，那我们的备存量势必要提升的时候，我们就会启动那个要求备存量去做更高。消防署表示，目前是以平常时出勤几抓来按防疫物资的需求量，嘛继续在做修正。另外嘛讲到外科喙암、手套和泡沫镜的量也有够。不过，较歹摕到的隔离衣和 N95的喙암也是要由中央提供，希望全力做到周全，袂互装备的问题来出现防疫的空棚。记者李定张随台北报道。当台北市大细间旅社业者已经开始咧打旅馆工会所制作的票啊，盲人客就要认定打青票啊，就是无咧接待隔开检疫迄款对象的旅社，因为因讲市政府去号一寡防疫的旅馆，要就要隔开观察健康的民众自费入去住。这款做法已经误到旅馆业了。不过高文体市长是强调讲，防疫旅馆本地就无咧接四线去照路经过的人客哦。台北市旅馆业者组织做伙，要讨论如何因应武汉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尤其是台北市政府推出防疫旅馆，阁无要公开，引发真侪人会惊。业者为着自清，公告工会家己做的测试标章，画出路易分流，以减少无必要的疑虑甲风险。如果是混住，不论是分层或者是同栋里面有别的进出户，其实都是具有风险的。我们希望是有分开的，而不是让客人误导，以为说我们也有时候一般的客人，也有时候这样子一个隔离客人，因为客人会造成他恐慌。业者指出，有一寡爱伫厝内检疫，也有伫厝内隔离的人，并无清楚防疫旅馆伫对。因来住的时阵，嘛袂特别甲旅馆的人讲因的情形，因此会产生人咧住的情形。消保法阁规范，若是接待检疫的个案，必须爱甲消费者讲，互业者真无奈。同一栋楼的住客，甚至员工，都要被告知哦，哪些人你没有做好防护，你不要到那个楼层。还有呢，利益相关者，例如废弃物清运，尽量要分开。我们现在已经有要求他们，我们现在 SOP 是说不收散客，所以这就说做防疫旅馆的跟一般旅馆的分开的。市长郭文体强调，防疫旅馆确定无要收散客。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旅馆业者大动作，家己的旅馆家己救，希望落实旅易分流，保障旅客权益，嘛当保障业者的观光形象。记者郭灿曾志成台北报道。观众朋友，下晡3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上届新的记者会公布讲，今日佫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患者，这是40几岁的女性，捌去到欧洲旅游过。目前咱国内武汉肺炎的病例计共已经有49个。第二抓武汉包机顶头，目前载回来的人客检疫的情形拢无人发烧，也是讲身体有各样的情形。咱嘛来听疫情指挥中心陈市长指挥官上届详细上新的说明。那今天有一个新的确诊案例，是我们第49号，第49例，她是北部40多岁的女性，2月21日从台湾经英国转机到爱尔兰旅游，3月4日再从爱尔兰搭机至比利时旅游，3月7号至比利时经土耳其转机，3月8号返台。那刚入境的时候没有症状。那返家之后，出现头痛、倦怠及喉咙痛。3月10号到医院就医采检通报，那今天确诊。好，那这个案例里面，因为刚刚才出来说，我们现在匡列的人数是44人，44人。那应该要检验中的有4人，那居家隔离25人，自主管理3人，那有出境的16人。咱过来讲，劳动部这边虽然已经提出安心就业的计划，要补贴这阵啊上班的时间有减，也是有去休着无薪假的劳工。不过国民党的蒋万安立委是指出讲，有的当咧互薪劳休无薪假的这头家人根本都无通报，这款救助的方案，劳工惊是得袂到。柯明春部长他嘛讲，若有这款情形者，望劳工就要赶紧主动通报地方的劳工局。这波武汉肺炎疫情，劳工有人失业，有人向要求减班休困。
2月资遣通报人数比顶个月增加1388人，到3月初已经有2275个劳工协商减少工时，比2月底增加600多人。对此，劳动部提出安心就业计划，若劳工减班连续达到30天以上，会当领前后投保薪资差额的50%。但立委蒋万安一期，头家不管是合法或者是恶意，无通无晓、无薪假。 这项补贴，劳工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现在很明显是看得到，但是吃不到，而吃不到的原因，是因为雇主他没有去通报，被放了无薪假，这不就是劳动部推出安心就业计划，要给予他们协助最主要的目的，现在却被排除在扶助的对象之外。我们希望这个劳工啊，能够赶快向企业或者向劳工局。 来反映。针对最近翠暗工厂全港无停生产翠暗，有600多个国军投去支援。国民党立委吴思怀建议，若即马遮侪劳工事假或者是休无薪假，劳动部应该当协助因到翠暗工厂来上班，互国军倒转去振份工作，安尼会当创造3赢。又有补助，又有纾困，或者又有实质的薪水，这不是3赢，让这些人力很快的。 补充这个人力需求的缺口，失业的劳工来加入这个口罩生产的行列我们都准备好了。会在立法院维权委员会邀请劳动部等部会，针对政府伫武汉肺炎期间提供受影响产业甲劳工协助措施进行专项报告。劳动部总共编41.25亿，启动相关协助机制，包括安心就业、各充电、各出发训练等各种计划。记者林俊文、陈碧如台北报道。有影手面趁食的人确实是相当多。 新竹市政府带领着市场的打头菜价这做小生意的市民真侪拢无闲，甲无法度去药房买翠庵，咱着甲经济部申请，要提供所有店市内公有小卖市场细价位的头家，照名册配给买翠庵，一担价格听好买6袋，一袋共款5块。望讲会当互这打头家和5路的人客直接买卖时，互相拢会当搁较安心。 一透早市场内底叫卖声音是发甲真大声，大家人看起来拢真正有够无用，更加免讲爱抽时间去药局排队买翠庵。买完去都没有了。等到我们要去买的时候，我们有时间去排，排到我们都已经卖完了。本公司定于10点钟开始开卖口罩，一个承销人限购6个。 好加在为12号开始，新竹市内12个公共市场，拢会使以摊商面册进行着实名制买翠庵，大摊商上侪会使买6片。市府表示，摊商离时爱无闲生理，无时间去排队买翠庵，不过因确实甲民众接触上频繁的人，卖用安呢有必要落实防疫工作，让民众买菜会使更加安心。因为他们工作时间跟一般人比较起来比较不一样，下班的时候，即便即便愿意去排队，仍然是面临到买不到口罩的这个情形。摊商戴口罩，一方面是保护摊商，也保护民众也提高大家对于防疫工作的警觉啦所以我们会持续的来推动。那也请各位承租摊商的这个民众能够来配合。除了第一波市场摊商的翠庵以外，未来更加希望为全面性定期甲定量，因为这是针对市场的摊商另外配翠庵，所以因嘛是会在另外到药局去买翠庵。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武汉肺炎有影牵连着各行各业的市场，但花莲这边面，县政府为着带动观光旅行的热度，就结合100多间旅馆、民宿甲名产的店头，推出用手机掠 APP， 就通抽奖拍折的活动。上无也有95折，上优待可会当抽到1折。是讲因为县府都无另外补助，成本拢都爱店头家己吸收，但嘛引起业者的议论。为着要进行花莲的观光产业，花莲县府推出花莲好空气转动好运气的活动，消费者只要摕手机扫描 QR code，App 能摕对随进入西盘的画面，是开始了后，就出现95折到1折的优惠。我们输入店家代码之后，再给客人去转那个转盘，转出来几折就立刻抵用的意思。这是花莲县府伫武汉肺炎的疫情严重影响观光产业所设计的推销活动。大部分的饭店业者拢感觉真趣味，但是因为县府无补助，名产店的业者是感觉无伤大的帮衬。县府这个活动，当然也会带动我们的住房跟餐饮也会增加
预估会增加到1成的一个成长。县府，我目前就是询问过承办人，他是说没有补助的。如果万一他是转到1折的时候，其实这中间的差距的那个就是我们业者自行吸收了。消费者是认为讲，但是业者原本就有拍5折，参加活动了后煞抽到95折的真袂好。对这件代志，花莲县政府表示，若是甲店家原本的优惠相帮的时阵，消费者会当家己选择对家己较有利的优惠方案。其实这些参加的业者都是有考虑过成本，然后再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那因为这些业者他平常在做店内的促销，其实也会提供部分的折扣，比如说9折、9.5折。根据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的资料，原本3到4月花莲旅宿业上少会有3到4成的订房率，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目前敢若剩1.5成。其中进香团甲毕业旅行的团体客促销上多，所以才会设计这个方案来相关观客。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看完，咱来看台东县的农业旅游，嘛大大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目前县内6位休闲农业区，还佫有9间伫咧配合的餐厅，人客上无拢减有2成超过，农民是头壳摸咧烧。农委会当有推出休闲农业区周转的贷款补贴利息者的计划，讲要斗协助。台东县政府嘛讲，会加强宣传这款农业的小旅行，通好吸引较侪民众来台东欢喜行踏。这几档中央甲地方合力协助台东县举办各种农业旅游行程，是真受欢迎。不过，今年所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台东6个休闲农业区过去伫3月了后，旅游小月推出的农业旅游行程已经取消5成左右的团客。热门的关山美国学校附设的陈妈妈餐厅，用餐的人数嘛减真多，是去影响到农产品的行销。农会正在想办法改善。当然，这个我们也在想办法但是目前呢，大概是以宅配尤其是都会的地区不方便因为疫情的期间呢不方便走动的情况下。今麦农委会嘛提出休闲农业纾困计划，包括营运纾困贷款补贴2.43%的利息，加半年的零利率，而且协助改善休闲区场域等等的措施。1月3月底去台东举办说明会，台东县政府表示会配合中央的政策，伫5月份到6月份推出农业微旅行，协助休闲农业区提升营业额。从那个农村再生的部分，会针对于一些包括我们的社区，包括一些部落的一些定点的微旅行，我们也会推出相对应的营运的计划。科家学讲会协助休闲农业区伫游客人数减少的期间，先做好各项准备。举办各种人才培训的课程，若是民众重新建立来旅游的信心，台东休闲农业区就当随迎接旅客，降低疫情造成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咱有看过来中部分林这边，西里镇有一个农民廖瑞生先生，伊坚持照有机的办法种菜色，本身佫真积极咧宣传健康的观念。新年产销班的班长，伊是带学员做伙落去骨力做，认真学。这站因为武汉肺炎，规箱咧销的有机菜色市草是变愈好，廖先生嘛感觉真安慰。上细顺菜园，顺续甲藤掠起来，佮着看倒位有杂草，嘛爱甲抠掉。这是有机菜色业者逐工拢爱做的工课，因为坚持唔用化学肥料，所以抠草、掠藤拢着家己捡起来做。挽草还有那个抓虫子，拢爱用人工啊，嘿啊。这是算逐工的例行公事。对，因为咱有机就是袂用喷农药啊嘛，嘛袂用一寡其他的物件所以就拢步步爱照传统的迄个管理模式。英国因为有机菜色卖相较歹，价销悬，销路无介好。不过，这阵现代人哪来哪重视食安的问题？业者表示，前一阵仔推出的菜色show，消费者反应真好，互伊对有机菜色未来的销路嘛，更较有信心。现在有机是未来的趋势，然后刚好廖班长这边之前有来这边实习，然后来学习就是如何种有机，然后发现有机这一块未来的发展还是非常的大。廖瑞生拍拼推广有机概念，在地少年农民嘛走来甲伊学，因认为有机种植会成做未来趋势。廖瑞生希望未来会使吸引愈侪业者同齐投入有机菜色市场，互消费者食到健康佮安心的菜。记者综合报道。婚礼看完，咱来看彰化，因为病情咧炭，彰化市的妈祖经南瑶宫近来有过去参拜，拢是四方家己入去的信众。大型的进香团加真少，近来这几年南瑶宫拢有点 Facebook 直播，
甲善男信女添油香的真额，点到1角5厘都无走闪。彰化市林世贤市长嘛讲，因为透明化，信徒才会愈认同。即阵啊洋香是有较加无较减。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咧拖，今年毋但大甲妈绕境活动延后，真侪宫庙也小煞取消进香相关的活动。中华南庙宫的信众也分散去庙的拜拜的时间，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还好啊，嘛是爱出门拜拜啊。过年的时候就没有过来了，所以就选择其他时间人比较少的时候过来。虽然来庙挂香的进香团减真多，来拜拜信众也较分散。不过南庙宫表示，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民众寄付予顶顶马也有开机3马的心意，比旧年更较多。灭防人员同齐加添油香的箱仔冒去倒顶，南庙宫特别开直播，加善男信女要互妈祖的心意，一张啊一张点互清楚。灭防只要一段时间过，就会伫咧网络公开算价添油香的钱，互大家了解。去年我们收入是166万啊，2个月份啦，就是上旺季的正月甲2月，啊今年啊正月甲2月收214万啊，所以是加50万吼。我相信这甲财务的透明化有密切的关系。南庙宫表示，添油香的钱拢用伫咧庙的所举办的活动，也有内部事务等等的工课。强调香客所寄付的钱用去倒位，拢公开透明。信众希望这添油香的钱，毋但添心意，也添一份心安，望疫情会使赶紧过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来讲彰化妈祖宫南窑宫，讲起来，这间庙已经几落百年的历史，啊，尤其庙内底连队，原来写起真好。国情解文说义，捡2堆啊出来，甲所有观众朋友咱互相来研究一下。过去咱咧讲连队，讲一定庙宇的名有写着，地方咱庄头县市的名，我讲嘛藏伫连队内底。你甲看南窑宫一对连队讲，南斗下良宫。将渡圣因召海国，邀琴调红客，化形武德正大将。咱认真来甲分析，记面典故讲南斗下良光，南斗成军想先发落，射出紫气的光芒，安尼叫做南斗下良光。将渡圣因召海国，过来讲邀琴调红客，就是讲这个琴声弹出来是真迷人的歌曲，化形武德。正大江，这大江当然是台湾的海面，台湾的地土。啊，内底你注意甲看哦，见面典故讲南斗，下句讲邀琴，这就是南窑2字藏伫真。中站开讲将渡圣因，就是讲妈祖婆的恩德，表面甲明，安尼叫做将渡圣因。啊，过来下半句讲红客琴声化形武德，这个话拄啊甲将对比，彰化2字原来藏伫真。啊，讲彰化南窑宫这个名对倒位来，照国情所在，这就是当时起庙的时阵，庙门就是正伫咧彰化城门的南边。啊，搁有下骹这个窑，就是以早咱讲彰化南边这边有一庄叫做下窑庄，毋则南窑，后面叫做南窑宫。啊，照这个窑就去写玉字边的窑，即摆大家叫做南窑宫。过来看一对连队，典故讲。南角平高，圣德巍峨安宝岛。下句讲，遥宫可接河温河东，朔美洲。典故讲，南角平高，什么物件？甲南角就是3山5角，这角拢是算关山啦。毋则咱吼岳父会讲叫做泰山，就是表示讲对岳父真尊敬。啊，南角平高，甲南角遮尔悬的山共款悬，什么物件？圣德巍峨。妈祖婆的圣德，甲山甲共款遐尼悬，会当安宝岛。佫下句讲，遥宫可接河温河东，朔美洲。妈祖婆恩德浩荡荡，源头无对别位，正就是对美洲来。这2对彰化南窑宫的连队，甲所有观众朋友咱互相来研究。解文说理讲到这，咱继续来关心南部的消息。寒人的莲雾甲枣仔拢真好食。啊，屏东县政府办比赛，做一摆竞出莲雾王甲枣仔王。这款稻头顶的好滋味，当伫咧热带农业博览会现场拢看会到，嘛拢食会到哦。咱同齐来看卖。
这水果粒头大，色水墨水，脸部红中带乌，做啊是青甲反光，哪亲像苹果，敢若看就互人用要流喙烂。脸部甲做啊拢是屏东寒天的特产，屏东县府特别办比赛，并敢选出脸部王甲做啊王。做啊冠军是高手的陈姓明，伊的爸爸讲，后生转来装脚做事，少年人有创新，做甲比伊搁较好。今年做啊水啦，因即马少年人，我甲因在用，我感觉含阮做敢无共呢。因用个生物科技的咧做，甲遐金头你要看。陈姓明真做啊，真甲互因阿爸感觉会骄傲。另外，脸部的冠军是东港的黄进文，伊用草生栽培，无用农药来除草，种出来的脸部甜个高洁。因为去年没有台风，然后今年又没有那个寒流的低温，然后我莲纹路又种在那个大鹏湾的旁边它就是因为有那个碱性的地质那我用草生栽培。然后就加强疏花疏果，那今年的莲雾的品质又特别好。这摆的比赛唔那比果子，嘛比规个礼盒的包装。屏东县府表示，食好食面伫热带农业博览会活动的现场，拢看得到，嘛食得到，这拢是屏东热情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顶年的寒天，温度低，湿度悬，连种伫咧温室内底梅龙果嘛大大受到影响。同款来看，屏东遮有一个农民叫做苏经伟先生，伊所种的梅龙果都有叶仔连生长慢的情形。苏先生嘛讲，梅龙果对天气的变化真敏感，伊足认真的研究，希望会当克服天候不良这款问题。今年的寒天淡薄冷，屏东中治的农民苏经伟对业务转来种果仔。伊讲今年寒天湿度较悬，特殊原油盘果的果子长渐变，小可冷气啊，佮加上温度低，影响收成，这摆互伊学到一摆的经验。这是果比较小，是因为我在年后收成那它年后收成有时候会遇到低温，然后瓜很敏感，它只要在它每个时间点遇到天气的变化，它就马上反映在瓜上面。这油盘果粒头大，形体圆佮巴甜，苏经伟到温室来种油盘果，调整无共款的管理方法。这油盘果对气候真敏感，爱去真侪心血，才有法度种出高品质的果仔。伊家己种家己卖，种的唔免去市场卖，拢总互固定的人客订了了。这一半以上的叶子都已经枯掉了，那这颗瓜我就不会出给客人。第一个纹路要清晰，然后它的果重要够大，大概1.5公斤到1.8公斤。伊讲上好果仔才会出互人客，无共季节种无共的品种，即阵是菊叶、到母亲节、5、2节拢有无共款的品种。大粒油香果拢是农民辛苦所栽培出来的上甜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教育，台湾按算要伫咧公元2030年，就真正会当甲英语教育普遍，成做双语的国家。不过，当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分析亚洲地区北国初中国校的英语课，发觉讲人所教英语的用词数量比较台湾是有较低。因嘛建议教育部就要增加目前这学生所学的英语的字词的数量。精简学习用算来启发，按即马课纲规定，小学生毕业时阵爱会当熟悉英文300个字。台师大语言政策小组伫2016到2017对双北市要2000位国小毕业学生测验发现，7成5囡仔会当熟悉300个字。那大概有52%以上的学生是有达到400个字以上的词汇量的，所以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词汇量的设计其实是可以考虑扩充的，因为多数的学生他的词汇量都已经超过400以上了。小组比较其他亚洲国家指出，台湾国小300个字不如日本、韩国、中国的500到700，国中1200个字，嘛比这3个国家1250个到2500字较低。但是台湾到高中，煞阁增加到6500字，比例是淡薄无平均。他们高中反而变少了。它是一个总量的一个调控吧，也就是说，是不是整个的那个分配是值得下一个课纲的时候要调整。台湾的小学一礼拜一节英文课，拢总是387点钟，嘛比中国、韩国、日本400-500个点钟较少。台师大建议会当增加上课的时间，因为即马小学阁爱学本土语言，后一个阶段微调课纲的时阵，嘛会当考虑无共的语言，会当伫咧无共的年纪开始实施，减轻学生的负担。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
再来讲第二批按武汉载台湾人转来的包机顶头，有真侪医护人员咧做伴。当有参加在内人员就讲，规站过程有影是拢唔敢大意，连续10几点钟，防护衫甲喙暗拢袂当拔落来，确实是翕个热，总是加在辛苦有价值。因为这座飞机顶头有囡仔嘛袂少，桃园病院事先就有传50个手工的护面搭要互因挂，一切拢望要尽量做甲十全。第二批武汉包机登来台湾，13医护人员做伙去武汉执行接台湾人的检疫和医疗照护的工作。其中卫福部桃园病院李庆卢医师嘛，自愿接这个任务，想到过程是拄到真侪困难，班机嘛前4点钟，伊讲过程是真紧张，唔敢大意。穿隔离，全身包起来，还要戴一个面罩，穿个10个小时入窗，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啊，每个都汗流浃背啊。医师李倩如表示，穿规套隔离装备10点钟，袂使食物件，阁有上便所，是真歹喘气，叫做热的。不过每一个检疫顺序拢爱真认真，就惊出现防疫的空棚。过程虽然是真辛苦，不过会当甲民众顺利接登来台湾，拢是有价值的。而且班机顶面嘛有真侪还袂10岁的囡仔，桃园病院嘛有先准备50个手工的面搭支援。基于防疫上面的考量。我们就制造了一些就是小 size 的一些面罩给小朋友用。院方表示，因为护理人员第一线的工作是真无用，行政人员就负责做面搭，用下班的时间甲伊完成。一开始是做过年会的费用，佮提起离开的病房，请囡仔来试挂，佮来改良，避免囡仔真油的皮肤来受伤，嘛为防疫佮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顶阵有发生医护人员去叫便当店送食食，煞有对方拒绝的事件。但台湾铁路局就宣布讲，要开始扩大办理医护人员送餐的服务。全国6大地区，无论医护人员是团体注文叫便当，还是去到车头的柜台交关，拢有特别优待。今日个小小的便当交予医护人员，交通部长林佳龙12来做1日代替便当外送员，拄接到订单，甲便当放去车顶，做落来赶去病院送餐，用袋仔甲钱袋咧，避免细菌感染。林佳龙表示，希望会当伫咧防疫的时阵来替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外送就是代表我们对他们的一个感谢跟支持。那因为实施4天以来也效果相当的好。目前大概已经有1500人次的一个便当的外送。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台湾继续伫拖，医护人员伫咧第一线对抗疫情，所有餐厅因为疫情影响，拒绝外送便当去病院，引起真侪争议，所以代替宣布扩大办理医护人员外送服务。对这件代志，邮政病院院方感觉真大心，嘛坦白讲，拄过几两届去互拒绝外送。就是有些店家啦，对这种疫情的一种担心啊，怕受感染，所以都拒绝送这种餐点到医疗院所。台铁这种餐点的外送服务呢，我想是对我们这种辛苦医疗人员的一项的一种慰劳。交通部指出，目前外送服务扩大到全国6个地区，医护人员无论是团体来订，或者是去店里来买，全部拢有优待，互因会当食福饱，有气力继续来保护台湾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面对近来疫情，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詹中权院长出面呼吁立法院要赶紧通过公共卫生司这部法律，未来通过举办国家考试，让公共卫生的人才得到专业的认定。在詹院长咧看，安尼生要顾全大众的健康，才袂阁起一角。共同支持公卫司法。跨党派调研的立委共同呼吁，公共卫生司法应该赶紧伫咧这个会期通过法案。未来可以帮助这些公卫师有更专业的这个人才的一个培养。国民党版本呢会增加一个超龄之外呢，我们增加了长照，给公卫师他更能够帮我们做长期的一些追踪。呼吁我们一起出来支持公卫师立法，理解专司不专属的一个立法精神。在过去，公卫界推动公卫司法法案不通过一套，不过最后也是失败，卡伫咧遐20年啊。各大防疫平台永远拢欠一角，一直到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了，结果受到各界重视。在最近，医护检疫能力严重无够，台大公卫学院院长詹长宽讲，未来若发生社区传播，公卫师就当分担社区检疫加防疫宣导的工作。全球大流行的时候呢，边境的管制跟社区内的防疫要并行。
要开始启动所谓社区的主动的监测，也是我们公共卫生或是公共卫生师可以去做。这些医疗人员都回到他的去照顾病人了，其实你发现在社区的公共卫生那一块还是人力不足，所以跨领域就是我们的特色。李伟公卫界呼吁，防疫需要大量的公卫人才。美国伫咧SARS疫情时阵，正体会到公卫人才重要。美国加英国早伫咧2003年就建立公卫师执照的制度。台湾的防疫政策需要公卫师专业的能力，协助政府社会做好公卫，加群体健康管理的角色。未来立法也通过公卫师经由国家考试认证，台湾的防疫拼图才算是完整。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有国际医学论文指出讲，造成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进入第3代、第4代的传播，病毒对人体愈适应，甚至讲未来轻症甲无症头患者，惊嘛会愈来愈侪。台大病院小儿科的黄立明主任是讲，因为即阵还佫无解药，大多数的人体内嘛也无抗体，病毒伫咧变化，可能嘛也袂遐尔厉害。武汉肺炎疫情炭烧，国内新增加的人当中，有一个是第34个后生。有医生指出，以群组来看，这个60外岁附近人传染给后生，代表病毒已经进入第3代也是第4代的传播。佮引用国际医学期刊论文车国讲，病毒会发生突变，佮较适应人体，而且会长时间秘伫咧体内。12月或更早在中国大陆传，现在已经传到全世界去，现在已经传到差不多2-3个月了，所以它已经传非常多代了哈。那这个病毒目前的突变其实不是那么厉害了哈，目前没有药物可以使用，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抗体。黄立明强调，因为无防疫的压力，所以新型冠状病毒无介需要突变，而且甲所有呼吸道的病毒同款，冠状病毒较介意低温，所以热人疫情会降温，但是寒人就会搁再压起来。所以天气冷的话，就有利于它的传播；天气热就对它传播造成一些影响。那它的高危险群还是中高年龄层，免疫力不好、抽烟、慢性病的这些人。目前疫情已经传到欧美各国。黄立明指出，一旦开始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的策略就甲流感同款，不是封堵是减济。全世界各会当封堵疫情的国家，台湾是其中一个。不过全世界拢感染的时阵，就不是封堵，都要做好减济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南部是无啥落着雨，不过真侪民众为着保持卫生，拢会真接洗手。才有水公司咧统计，新历正2月全台湾平均测，一人一日用水量比较逐英年加3公升出来。南区水资源局嘛提醒讲，大家防疫洗手嘛着要注意省水哦。甲水道头全合开，真认真咧洗手。武汉肺炎疫情的期间，接洗手毋若是口号，民众嘛爱配合，甲防疫做好。根据自来水公司的统计，今年1月到2月防疫期间，全台湾每一个人用水的量提悬3日左右，有小可欠悬。武汉肺炎病的这一段期间，确实就是民众的话，在洗手的话可能会多用一点用水量，但是在餐厅、旅馆业的话，他们反而用水量是有下降的，是影响的非常轻微啦，大概只增加大概1% 而已。自来水公司进一步指出，过去的统计，每一个人每天差不多用270日的水，个人用水增加，不过企业用水变较少。今年南部水情的状况无偌好，目前南化水库欠水量是启用27年来排名倒头算第3名。提醒民众洗手用杀蚊的时阵，这20秒的时间先把水道头关起来，莫放水咧河流，爱扣时来用，较袂无踩水。因为咱南化水库的水量有较少，即目前排水时代大概咱剩迄个3485万吨，伊的比例大概38。当我们在搓手的时候，就希望那个水龙头要先把它关起来，等搓完之后呢，我们再来开。南区水资源局表示，供应民生工业用水的南化水库，因为收集雨水的所在雨落无济，水量较少。不过前门甲乌山头水库今年水情相对稳定，目前嘛启动区域水资源的调度，高雄、台南、嘉义互相支援，目标是伫6月底进前会当稳定供应用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水，咱就赶紧来看下半部天气的变化，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9度到23度。
台中彰化分林南投嘉义22度到26度。台南高雄屏东20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18度到25度。金门马祖澎湖14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